而且一开始我就改变主意了。我现在决定，就算你现在愿意放弃顾西城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贺锦熙，你还有些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尽管冲我来。但是你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逃避了。 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明天早上8点，让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来我的会议室开会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等等。 派人盯住常志成，看看他跟什么人有来往。常副总。哦，知道了。回来啦！少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她说和朋友出去逛个街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出去逛街了？跟谁出去了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少夫人，你回来啦？哟，回来了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回来早就是为了陪你啊。 你干嘛去了？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？今天确实挺累的。有些人还自称自己是宅女，但是只要我不在家，他就自己偷偷出去玩。是不是你啊？哦，今天真的累，真的累，闹得好不好？那累了上去早点休息吧。好，上楼歇着吧。